来这个过年的天气如何呢？受到华南云雨区的影响，为今仔日开始，全台湾会开始来落雨，会落到明仔载微落暝，初一就未阁落，会反打冷。强烈的冷气团嘛发挥着威力，北部的低温可能会降破到10度。爱到初四，冷气团减弱，温度才会回转来。这个玉山嘛落雪咯。行出气象站，外口一大片白茫茫，5公分高的积雪，美术是银白世界真浪漫。受到强烈冷气团的影响，玉山伫早暗开始落雪。今仔日测定温度是零下1度8，全台气温嘛会降真紧。今天清晨的低温在金门马祖是比较偏低一点的情形发生，主要在马祖南竿是有低于6度至5.8度的情况发生。那明天预计在低温的情形，有可能会在低1度到2度左右。伫强烈的大量冷气团加上华南云雨区往东边甩影响，今仔日全台湿冷的状况将会维持到明仔载。北台湾可能会降到10度以下。初一开始，虽然讲水汽减少，但阁受到辐射影响，日夜温差犹原真大。北部甲东半部天气犹原是偏冷，北台湾也是敢若11度到12度。爱到初四，强烈的冷气团减弱，温度才会到回转来。不过今仔日甲明仔载这2天出门也是爱会记的炸火菇。那这波雨势预计会到明天初一开始到初3，我们还是受强烈到冷气团影响，但是水汽相对就是减少了蛮多的，是属于比较偏干冷的天气形态。初四、初5虽然是好天，不过金门马祖犹原有一寡所在会大蒙雾。民众若是有出去耍，也是爱加注意航班的消息，较袂行出行程防怕乱去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